一群中国百姓整齐地站成两排，对着一个德国人行出类似纳粹礼的手势。有人慌忙中举错了手，立刻遭到了严厉的呵斥。Nicht links, nicht links, rechts, rechts. So. 但这并不是对中国人的侮辱，恰恰相反，这是在保护中国百姓。请记住这个德国人的名字：约翰·拉贝。在南京沦为人间地狱的日子里，他以一己之力挽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。他让我们看到，在极端的环境下，善良与邪恶的界限并非总是由国家、民族或阵营来划分，而是由个人的选择来定义的。拉贝代表的是超越国界的良知。1937年12月13日，日军攻陷南京，随即展开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。敌机在城上空疯狂轰炸，炮火撕裂天空，整座城市陷入血色火光之中。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就从这一刻开始。当时身为西门子南京分公司负责人的拉贝正在主持年终会议，突如其来的轰炸让所有人惊慌逃散。他带着妻子赶回工厂，却看到大批逃难的工人被关在铁门之外。拉贝毫不犹豫，厉声命令保安开门，放他们进来。然而炮火无情，即便是德国人的工厂也难逃威胁。直到拉贝果断取出一面纳粹旗，让所有人躲避在旗之下。日军见状，这才停止了轰炸。可工厂之外的南京城早已沦为废墟，街道上尸横遍野，宛如地狱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日军竟从飞机上撒下传单，声称日本人是中国真正的朋友。危机之中，国际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，决定建立安全区保护难民，并一致推选拉贝担任主席。只因他德国人的身份，或许能对日军产生震慑，但谁都没有想到，安全区运行第一天就几乎瘫痪。原计划容纳10万人的区域，瞬间涌入了20多万难民，粮食短缺，物资匮乏，卫生危机，每一分钟都是生死考验炮火暂歇的间隙。国际委员会争分夺秒地向安全区运送救命物资。然而夜幕降临，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。此时国军主力已经撤退，仅存的中国军人顽强抵抗，却终究难敌碾压式的武力，南京彻底沦陷。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，成批的中国战俘被集体处决，日军甚至以欺骗手段诱杀中国军人。你们都站起来，我们给你们喝热汤。随着一声令下，无数忠魂倒在枪口之下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日军军官为满足扭曲的娱乐心理，竟开展砍头比赛，规定时间内砍下最多中国人头颅者即为胜者。他们毫不遮掩，还将这类暴行登报宣传，视作战功。拉贝的司机只因听不懂日语，就被强行抓走。拉贝闻讯飞奔去救，却终究晚了一步。他愤怒地找到日军军官理论，对方却只轻蔑地以一名战俘作为补偿。拉贝据理力争，以需要会说德语的人为由，坚持要带走20个人。日军觉得荒唐，拉来一名真正会德语的战俘，可他始终沉默，因为他明白，只有自己不开口，拉贝才能救走更多同胞。面对一双双求生的眼睛，拉贝每一次选择都心如刀绞。地上堆叠的头颅无声诉说那些未被选中者的命运，自责与无力感几乎将他吞噬。他彻夜难眠，恨自己不能救下更多人。而另一边，女子大学的校长为保护安全区，被迫交出了153名战俘。贪得无厌的日军又提出要借走20名女学生，承诺次日归还。校长言辞拒绝，却只听窗外枪声大作，所有战俘已被就地处决。望着满地的尸体，他陷入深渊般的绝望。在他的学校地下还藏着800名战俘，他不知还能瞒多久，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拉贝。拉贝深知，一旦藏匿战俘的事被发现，整个安全区内25万人的生命将面临灭顶之灾。可他依然没有交出他们。他尝试给希特勒发电报，寄望于德国能出面制止日军的暴行，但这一切如同石沉大海。安全区外日军的屠杀从未停止，街道尸骸成堆，人间恍如地狱。另一边，一个饿了3天的小男孩刚捧起饭碗，突然闯进2个日本兵，父亲怒斥他们出去，却当场被射杀。他们看见屋里的中国女孩，顿时兽性大发，放下枪，将她强按在桌上。女孩拼命挣扎，换来的却是2记凶狠的耳光。而此时躲在床下的弟弟悄悄捡起了敌人放下的手枪，一个危险的计划在他心中萌生。女孩换上日军的军服，带着弟弟安葬父亲后，决定冒险返回女子学校。途经路口，却见日军正用中国人的尸体填埋弹坑。一名美国记者愤怒指责他们的暴行，女孩生怕身份败露，急忙低头走开。不料鬼子队长竟跟了上来，他只能拉着弟弟拼命地跑。
他让弟弟往反方向逃，自己引开追兵，一路奔回女子学校的宿舍。他迅速脱掉日军衣服，假装无事发生。但鬼子队长还是追到了这里，强令所有女学生脱衣接受检查。为活下去，他们只能屈从，直到确认她们都是女性，日军才终于离去。死亡如黑云压城般笼罩着南京，拉贝建立的安全区成了唯一的希望孤岛。可粮食严重短缺，25万人还能撑几天？更令人揪心的是，女子学校中藏有中国军人的消息，最终还是被日军察觉。就在全球记者即将抵达南京的前夕，鬼子决定屠杀安全区内所有战俘，成千上万的百姓自发围在安全区入口，以自己的身躯随着各国大使重返南京，日本当局终于被迫承认安全区存在。在拉贝竭尽全力的守护下，25万中国人逃过劫难。然而，日本竟无耻地将安全区的成立归功于自己，并强行将拉贝遣返回国。南京大屠杀中30万同胞不幸遇难，直至今日，日本仍拒绝承认这段血腥罪行。而被驱逐回国的拉贝，不仅被禁止公开讲述南京真相，还因救助难民耗尽家财，晚年生活极度困顿。这位曾挽救数十万生命的英雄，于1950年在柏林悄然离世，终年68岁。记住约翰·拉贝，记住那段历史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守护人性中那束微弱却永不熄灭的光。唯有记住黑暗，我们才能更加珍惜和捍卫眼前的光明。